请地工师准备前到东，坤到东。大家请坐吼。各位讲台师，各位前面大家，大家早安。讲师早安。做事的方组、师长、师母的大家，以及着地方前面点台师，咱接过遮的教育、甲提拔，才有互较有即厝学习的机会。那因互较非常的浅刻，所以若是伫报告的中间有所不足的，也盼望咱前面点台师，咱各位前面大家会当互多多见谅。那各位前面，咱今仔日拢足清楚吼。咱今仔来遮，咱要入的即班叫做啥物班？前考班。所以讲到前考，咱就要去联想着。咱今仔下要报告是迄个青口的真谛。伫即个，因为咱今仔要到清考，咱对着清考的意义，清考的主旨，到底是咧讲啥？必须要爱互咱有一个清楚的概念，清楚的了解，清楚的明白。若无吼，咱像咱感觉讲用，我着食素食就好啊，咱就来饲即个清考班吼。所以伫即个过程内底吼，咱先定点来说足注意。安排吼，咱今仔日就试这个，来甲咱做一个说明，互咱了解为虾米咱要来清考。清考了后，咱要安怎去做，所以伫即个过程中呢，咱学校的第一班讲清考一个真谛。咱讲着清考，往往咱会联想着啥？清考咱会联想着啥？素食。有诶吼讲，嘛会想着啥？饲菜。足自然诶咱会去想着遮个物件。所以伫遮呢，咱时常吼，大家会遇到的即个实例啦吼，有诶人就安怎讲？咱人心做好就好啊，哪着食素啦，有无？这是正常诶。因为一般人就想讲，是看做就好啊。是安怎就要来食即个素食？遮尔约束，遮尔麻烦。其实当咱研究到无正经，大概咱的概念吼，咱会理解。咱若是讲我也无去害人啊，咱做好就好啊，哪会爱来食即个素食？但是咱要了解，当咱道理清楚了，咱的想法吼，咱的思想就不同。所以，互较师生兄一个提醒，这是一个实例。伊求道无偌久，但是伊求着道了，做名变成进入道门咧参班。因为伊修道7年，咱大概嘛袂讲鼓励讲伊爱食素，互伊听班，互伊勉励，慢慢伊就会去去行动。结果拄比如讲伊4、5月求道。拄到迄个中秋节，伊住伫麻大的社区，迄个社区吼，迄时阵伊社区拢举办，社区咱大家做伙来烤肉，做伙联谊啊。伊去加伙就款款的，有咱条人去个总庭啊，伊社区个总庭啊，遐烤肉。伊咧讲吼，伊嘛要特别甲想啥，但是足奇怪，迄天喊起来麻味闻起来去吐，伊讲是真正吐的呢。伊囝甲讲妈妈，你可能吼胃无好啊，你食较巴肚。讲无呢，我拢未食呢吼，我即顿未食，留咧眠空吼，要食来煮的吼，若要来烤肉食好咧。伊就甲伊囝讲吼，伊即个胃胀咧，嘛无法度通食，所以伊就等于毋通真正伊讲的第一碗饭，冰箱开出来，倒入来就食到有够欢喜。
伊就甲咱的前言讲，前言就来讲啊，安尼可能你食素的因缘吧。伊讲真诶呢，等于就来囝讲，来吼，妈妈对明仔载开始我拢要食素起来。因囝就甲拄即句话讲，人的心做好就好，咱也着食素。啊，因咱前言就调伊囝，人的心做好，就一定的标准。你嘛你好心，我嘛讲我好心。啊，食素的人无一定是代表伊好心，一定爱经过修炼啊。但是要好心的人，上界基本的爱食素。好心代表咱有一个慈悲心啊。啊，所以咱逐个甲伊囝讲，啊，伊囝若讲好啦，好啦，实在你啦，你也要食就好啦。啊，所以伫即个过程，伊顿去，啊，你食素食。啊，咱拢知影，咱一年一斗会前9班的8月份嘛吼。啊，所以伊吼。伫咧清口进前，清口即个进前吼，伊就甲因的家人讲，来吼，妈妈想要来创啥？妈妈想要来清口。啊，结果吼，因的家人就来讲，妈妈食素食就好啊，你哪着清口？你嘛是咱，包括咱今仔日进入到咱清口这班，也许我们也有这一方面的疑虑哦，伊这做正常。啊，所以哦，伊就搁甲即个问题哦抛互咱的先生。啊，其实或许感觉这做有意义的，因为咱修道师尊交代3000万，袂使离开神体性。当咱一步毋知要进、还是要摕的时阵，真的，咱爱去请教、请益咱的善知识，咱的前辈，咱的前辈就来讲，检讨清口的事实。但是道场清口咱会鼓励，咱袂勉强，因为清口爱咱有甘愿，咱会欢喜，甲有欢喜心。因为清口就上基本的，就是咱一世人袂使搁再回车。啊，所以咱前世就来讲，清口吼，清口特殊的意义，就来讲，求道咱平时讲大师讲讲。求道爱修3世，咱会当来听班来学道，爱修5世。咱会当进入道场来帮办，道场有摊会，咱会来了解，咱会来学习，咱会兴讲了解，这7世。但是要投入到清口，真正有根基的哦，爱有10世。所以哦。这伊听了很有智慧的，都有信心，伊就甲袂囝讲，哎哟，莫搁讲啊！啊，我既然要食素食啊，食素食的界限就是，伊就来囝讲足简单诶，就是恁妈妈宗主拢无目错啊，一世人安尼。哦，啊，迄也无啥物约束，反正我已经食习惯了。所以哦，甲真口了，也有愿愉快。啊，伊头仔嘛想讲，互伊若要甲伊囝讲，该。一个儿子，但是伊讲即个细汉啊，权利因兜咧决定可能拢是伫即个细汉，但是因为伊囝看一个足大个心吼，囝来讲实在哩啦，啊母啊，你也一世人吼，你也讲袂落袂平常吼，实在哩，要先靠你前头，就安尼个2、3年啊，这前线道场非常的付出，非常的丰盛，而且伊迄道的决定。是正确，所以咱师尊甲咱讲，食素、吃斋食素，是咱人来一个标准，是咱慈悲心的一个因缘，嘛是咱善业的一个培养。所以清口的意义，咱若了解，咱有清口了后，咱的心态、咱的思想、咱的理念，都行向正确。因为咱无以后遇到啥物种的考验，咱袂去抱怨，咱袂去怨天嘛，袂去有人讲当时拢真变叫的吼，毋是，咱有清楚了，反而咱会去感恩，当时人有啥物人互我力量，互我正面的力量，我真正选择清口这条路，到今我毋知影点点滴滴。所以咱逐礼拜的清口，咱清口的意义，咱来做一个了解吼。第
二，你啊咱来报道参考一个钱。咱若无了解清楚，咱会把数式标签号画上等号哦，真诶。咱有诶浅显，也你飞机情况，也你讲吼啊，咱就做认定诶讲吼，我今仔日就确定我要来参考。啊，若无咱要大家，咱今仔日要来用即个参考，反正诶哦，互较接过做侪事诶啊，拢在搞进前吼，心肝影吼，上下嘛，咱知影叫做忐忑不安，哦，伤心忧虑，啊，会心惊无咱会想足济。哎哟，我着食素食就好啦，啊，我着咧食素诶，啊，我着爱去参考，真诶。当咱诶浅显通晓安尼甲咱问，啊，好势来讲，这是正常诶心态，因为无了解，吼，咱绝对有咧疑问。所以当即次咱诶浅显通晓，嘛有人安尼甲互我，互我直接看讲后面来，互我足欢喜。互我讲决定办伫你遐，啊，绝对无勉强，但是是100%甲咱鼓励，因为当咱诶动手一拍要进前，一拍伊搁咧犹豫，他毋知要先还要退时吼，我们给他的是正面的力量来吐者，或许他就过了。啊，咱若讲啊，凊彩啦，随缘啦，啊无你着食素食就好，明年再来请，也许那个机会就多了。所以讲，咱的前提嘛是安尼，即个来讲安尼，甲咱好势问，啊好势来讲决定办理啊，啊希望礼拜天先，犹豫做者讲啊无我食素食就好，我若感觉我的心拢袂清安尼啦吼，那好势讲这是你家己的心念来教养你家己。第一，你的家人，你的先生，小孩拢无甲你反对，啊你真咧想，你想讲出去这么方便啦吼，啊是讲吼，惊讲吼，好戒律足严的啦吼，其实拢是你的心复杂袂生出来，咱的心嘛单纯，情况了，即个咱像咱即班人听听，原理甲你认了，其实会互咱人生的路愈行愈宽，互咱修道的路，毋是乌白，是彩色，拢是影响正面。爱甲好势讲，啊到底有偌大帮助？好势来讲，你要看你个人，参考原理袂了，愿大利就大利，你袂了，你个人安怎做？所以参考咱一个机会是正面的，绝对会较比你无参考搁较好。但是要好到安怎？是看咱个人的作为啦，这是100%的啦吼。啊，所以讲素食，有当时咱想讲，我着食素食就好。啊，其实素食是无等于参考。安怎讲？因为素食简单来讲，只是啥，咱的厝无食肉，我无食sauce，这叫做啥？素食。所以你若去素食馆来看，无一样嘛，无肉嘛吼，绝对无这样的呀，啊叫做素食馆，食素的，后壁无加下个时间哦，啊你食素食无？有我食素食，讲啊我无食迄鱼肉饭，你手中这也做素食嘛那咱师祖甲咱讲，必须咱进食素食的人口真侪，这是世界性的毋是咱台湾，这比个国际观。有的人食素食毋是因为宗教，所以足侪医护人员、保育人员啦因为足侪拢是有的因为健康，有的因为较保育类因为所以因会食素食。啊，咱拄会叫咱共咱即老师下伫咱的周遭啦有的是为着身体健康，伊要食菜，人讲食健康素。啊，互较有熟悉一寡老师，因的理念。